他宋金贵亲征相于死。孙征有非眷属，月令发配西域，延吉无虞杀校，曹道难等。朝廷以昆党为外，令其改造乱族，发配云龙。
家中在知县镇大推进兵，正要一鼓作气横渡黄河，出逃黄龙。只因军神力通外国，我也要加重量，谁抗金攻城？张令貌似敬业，真正的卖国逆贼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金魁君臣。子看，他等张令，你可知岳飞乃是本藩不共配天的杀父无仇人，你尽管为臣汉父儿，张令年轻色也，何必动怒？是啊，兄王息怒。王儿休得无言落语，千岁死才。啊，父儿早点
银子去年生，为我在家包了所罪，2天之后清明之日，理应大举礼你，高为你父王谢礼。母亲还要在清明之日，将岳飞妻小棒子武王令箭，血祭献礼。血祭，母亲。岳飞当此关门，搭配全都去面祭，曾乡下死做本番，斩草此根生安宁。那全送神礼。今日途经八龙山，下令其子一往情。好啊！甩我大队中报应。母亲，王轩十八层，天天到论英。今日罪人到眼前，将他们血算清风尘。哎，一口啊！去八龙山，等待伯伯那天的杀父罪人。且慢，想那岳飞家眷乃笼中鸟，王中鱼，不怕他们飞上天穿下海，要将他们生擒活罪，当面分财。好，财富在报，财速战上马，速奔八龙山。是。张灵，张灵，在保护公子前往八龙山，也同财富财宝拦截于家眷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母亲。张丽，
此地与强梁不成？不必惊慌，来此已是领导地界，梁王府会好好的款待你们。梁王府。哎呀，夫人，你拿来梁王领地，18年前小梁王丧命在比武场上，从此与岳家结下冤仇，一旦落入仇人之手，岂非养实不可呀？请问是哪路好汉？奉梁王千岁之命，将岳家全部擒拿王府。二位将军，王为蒙丞相之命，将岳家全所遣送王府。哦，唤于名誉，面禀梁王。千岁命你皇府会见。好，来呀，遵讨我府。二位将军啊！有元帅精忠报国，600精兵，今朝午夜时，以下眷属预备发配方圆，切尽千辛万苦，望将军伸张正义呐！千岁命令，谁跪为靠？将军三思。老东西，这管啰嗦，我宰了你！此岁小小仗力，你管操法！大胆！谁管冲撞小将军？公子，这是尽快往魏将军。哦，公子，将军，年轻阅历分外情，且情为情，分外情。休相生路真情。神将真情，当马身。转身路相随人，恨不得碎尸万段，当小恨。公子，娘娘千岁吩咐，圣经王府不得丧命，你忘了？来呀，有将岳飞卷入擒拿王府，给予东坡千赏不取。是。哟，你带上些许碎银，快卖身去吧。夫人何出此言？老奴在岳家历到万难与共，生相在，死相从，岂能半途离散？跟着我们九死不生，这是我死的。夫人不必哭劝了，老奴绝不离开。公主，老婆有言奉告。既是奴婆，放你一生，何必唠叨？公主用笔，原是比残不累。
为公交出仇家怀，君不知万江路永永传。枉为他半生陪着腹中粮，也与举子长安算。恨不得须见眼前自王城，尊师两地是马龙上断。真了想，群臣发配被仇家路，有着不要一龙开。这福州屠刀，福州屠刀一高举，血洗关锁在眼前。千岁请啊，将军请啊！城内城内救难举，恨无良策。思绪儿亲下两菜娘娘，朝廷香港千里远，丞相自看夜里我，明着清明学经院，往千岁同上。请朝廷正尊
拜，明日又要此山请晚，同西王礼，莫将少辈告辞了。时光既晚，事不久了。张林送卡。张林何辞去了？这副送卡。将军，请。千岁，娘娘告辞了。将军走好。事不远送。张令后辞去了，这包索去招来。是。福儿，你为蒙才故里，你妹妹到何处去了？这妹妹你呀，你呀。自从长宁守来，带引百场重分来，斯卡布里小将军，悄悄一将张宁来。竟有此事？土下斩了！慢，你这老奴为何命冤叫求？妾身夫人啊，岳家忠心，苍天可见，往往已经功德盖世，若非确实天启地北，风波停歇，万民被盗，妾身夫人却听老奴一言。若家报国难的回，总去几杯公为为，问要何马是皇位，年到公在来清贵，我是玉帝爷离天远，内忠良千早。
越嫁人，事事越嫁贵，宁死也不离开。好一个忠贞孽婆！哼，好，官色牢房，民色一起一分战，走。父亲，要交给我！福儿，吕文岳妃是抗金功臣，今朝十分害怕。怎问换三年还岳家军来？朝廷的人判他是叛国逆臣，这几种破书迷离呢？哎嘿，母亲，福儿，为娘要见岳家一面啊！母亲。为举目快他先护了心啊，关键是破欲望，不用彷徨。他迎匆匆莫教美，深深光华，往事已去牢房，去为哪吒？小张令叫公子谢同王，按跟踪西关房，定此不放。君爷，我们经历千山万水，断食绝水已经3天，我那小叔叔浑身发烫，他被烫水句句明白。你来娶我，我去娶谁？要明白，断食绝水是千岁之命。你们真是丧尽天良啊！老东西，少骂几句。当开老门，千岁命我到此牢房与我看守，你可细细去了。母亲，儿啦，母亲，儿啦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要命了？娘，快些儿到嘴吧！不行，深夜牢房十岁太婢而去改姓。娘，你当心耳目，你不可久地弟弟快些，弟弟快些，给我背你逃走！弟弟，快！公主，你算是当开牢门，妄想做人，走！
深夜老马，断生相思，你去深夜生吧，这么短啥解释？望遭桃原来说，梁王府下此脱水为何？这一言难尽呐。18年前，金榜神器策反边境，宗泽老元帅89令三场神功，叶明君立健康进，文告天下。我八方义士皆万山六令，云集京都，大为金银。必不大贵，进献将领。早当参与，我这才见没我的场，王不举笔，龙了才贵，强赢得亏，若切生意以别太众生，足鸟靠近，可怜才贵。为孽臣的亏，替不成啊！才娘娘怎能自公道，因此
逢清明节做事，见两王恭逢三生到年聚。他做到每逢两王在家迎接，上宾礼仪服从于，谈之谈世间夫君，哦哟是。在夫人，你不该实入江石上富裕。人不忘一些诚恳才辉煌，道教我心痛余生，原尊师良，朝廷青睐接下去，真用我随便挂送了为父岁母亲，我要睡。儿郎，深夜深吧。短17岁，好狠心吧，母亲。儿言笑脸不喜闻，记不肯。十指望长大在我面前看，如今你是梦一场，儿要包括不能看。看只看湖山一望长胸弯。这还我山之里尘，
两王年轻走不赢，不怪
今天在我房中，你叫我说清楚，你究竟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他深深恨我是何许人？分明我非常理，在是两不在中在不气愤，比比之我是月里。我心脏叮铃一两声，不给寻来不给你。骗人！我看你与岳家有情，上非岳家不说情。骗我岳飞是功臣，上非岳家不说情，你为我八龙山里自为困，上非岳家不说情，你为我留着眼睛隐藏悲深。上非岳家不说情，你为我结不老老穿举身。你常想我吐真心，三尺清风空少生。你常低头眼神是，莫怪我法眼无情，要你的命令。今晚他不去的心不关心，我暂却昂枪射击心头。恨君臣，伤我君臣，恨朝廷。你我虽非可说情，离开同去一条心，一条心。公主啊，江山冷眼。谁不问一本经过一红颜，离去京城，离去此恨。京城怎能不恨？公主英勇奋战于家军。什么？岳家军今最怕孤城。此刻岳家卖国军用，更是我在家他最深。你到底是谁？公主啊，公主啊，多难当女孤城长，中间真相更须分。
梁王啥事真好奇，因为经过见礼兵。梁王啥事真好奇，引据报道子女臣。梁王啥事真好奇，因说前言抛死恨。梁王他啥能以色月家臣才是胸怀太阳平生经不，同是中华炎黄生，他的当前担重任，他在国兵好先来红的出来，思想传上你的城。一番话儿乱方寸，全盘应各随从来家人亲。张令他口口声声我越家，绝非越家，全外生。张令啊，快快告诉真心命，答应我，绝不见你泪风声。公主啊，我不是张令是什么？是大胆的说！西坝，我杀不破真心命，来成他真手心，他是万年不知理，一千回几千不停，他杀不为神的心光若里问是谁？公主啊，我不欣赏你本性。约什么？约什么？约什么？岳飞自知命月里。公主，他心悦，公主，心悦，人悄悄死了生，死了你我才貌儿句。迈步方神，前
来生。曹操一江走，不空的天，曾走走，是谁挑动两江恩？水壶难用刀剑平，玉林与你初相识，思乡才洒心无声。但愿公主从山间万物在笔中原，从真起故，唐君平。到那时，欲将中中进中去，我欢笑去。你藏此丹心，将门户自
你不允听，却令官恩垂心。我要你官恩一辈子，雪令此生绝不为自己。接下去，与公与民恰比方，面临修己不走到不悲。起航，年节就欢庆一来，与家欢喜似地老，长夜桃，心送恨不到千层，风到切木。万绪细思量。
这次此刻还想问我，母亲啊，妇儿已经与我说过了，说了什么？妇儿说过了清明与他做媒，与娘做妾，选个王道结实，正是你俩的婚姻大事。母亲真的？你暂且未必。是件紧迫，放心便是。白英，你有啥什么话讲？母亲，娘，你今晚怎么啦？与娃可暂时说，跪下做甚？母亲，父王究竟怎样上命？究竟谁是这块河水？你问此做甚？今晚女儿一定要问个明明白白。不是都明白了吗？18年前不让边境，比不得亏正常院，杀生在有非强下。娘，藩王为朕，长院为此，父王身居高位，我必须怎的区长院？娘，听人言道，当年丞相张邦昌为传的3军卷印，拜出总长老元帅。说是父王不让比武大亏，借武王之岁，要置岳飞于死地。杀人犯儿丧自身，被天掉下精神啊！听神言，真正的凶案比岳飞在亏红楼死。啊啊啊啊啊！
你好，拜佛。母亲，还因他陪伴父王，忘了杀父无他罪，竟欲崔家之子，怕海外门风。崔家之子谁？岳飞之子岳林。岳林，母亲，岳林不是别人，就是雄王赵牧师府的小将军张林。张林就是岳林，张林就是岳林，岳林就是张林。可他还同他相亲娘，雄王可将岳林当作亲信，百亿为何不能相亲？只看他与我家与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啊！基于杀父之仇，你为何留在身边为他重任？为何在小妹面前夸他文武双杰、年少英俊？为何口口声声说江贼难得、相见恨晚？又为何愿做他们允许小妹终身？小妹听你话，顺你意。哪知你侧耳反而言无情，反令我今晚晚说喷身。母亲，你要请你儿做主啦！凤儿，你可知岳林今在何处？已被他殴撞起来，我怎能向他要人？母亲，佩服更一道，我要将岳林一并血祭献礼。血祭雄王，迎着你痴痴地两小妹心，此刻我更盼兄长结婚期，那次你一番长情翻了脸，你小妹说过你来
岳飞，岳飞才是在家成身，却也是报国栋梁，抗击功臣。如今传召破台，还冤而死，还自立家乡。在家必能恢复忠良，也作罢。竟不给称神之位落井下石，更不给两玉不分，将忠良斩草自根。母亲，一不想见父王，报仇雪恨了吧，拜父母。
今日必须一句，这是父帅在狱中最后一封血书谕状，恳请娘娘退位收草，有朝一日能到明君之手，重见天日，应付人间，归恩不取。岳家不给杀，岳家应放生。只看一块交策有力，不说要小妹性命可疑，要我交出岳灵休想。好啊，妾身赴死。王将军，娘娘，
退下。娘娘，你母亲的在府之事，不让王将军操心，退下。在户在报，所将岳家全都释放。什么？全都释放？不！此报户贼来孤训，来祖娘全强为生，怎难逃放了血杂，放了腿。娘啊娘，这般般血痕，记留心
心，儿你不教引路难全，怕儿生心娘担心，这自称好无辜的怒发其中成
道理。吁，这是岳飞第五问学士豫章，学士豫章，你且听了。朕岳飞无私学长，爱告万岁明君，非生于河北，长于唐营，幼年攻历4分，早年掌握军兵。正在劝解唐他走之际，我与靖康上来王都之神圣，3000分贝也胆遭殃，800银子卷备如今。军政不遂，百姓乱奔，万民切齿，举罪被问，因民之乱怒，呼居禁令，非这事为实，莫此事为虚。精忠报国，必黑担心，连不放好前事，各路精英，讨不进这梦，死不争。君之言，上为民，民不不爱，专无不胜。俘虏愤怒兵丁，无不上万，警察经过其子，无不混心。现正也有大牌800军兵，正有皇都皇后直到王龙凤凰山制造乾坤，不在12金牌招飞进京，那只劝解一生这作不，求对今年也必空翻霹雳落，不出王境，更人生者也必为牛对牛究竟，可言必攻即死复兴，这张破黑，结结王军民，只相信这当真，这就结水于死，非革命必捐成事业欢庆，必将恩人赐予而累及父亲面见圣上，为岳家诉冤。皇上，你哪里好？这是王子身上手持的密诏一份，密诏哈。皇帝诏曰：唯恐上国时遭玉帝两皇帝及不让逼近，并遣他将军王位，这召王府军兵。什么？上一来这召王府三军？你这鬼子，我杀了你！来呀！慢，李渊不开设节律，他一米，官杀父老，请儿臣此。来，送榜。谢夫人，你生有家。夫人不必客气，妾身愿与你接近来。姐姐，谁小妹一把。